1979年12月7日，台湾抑阁伫咧戒严，未当做党发报纸。当时党外人士成立美丽岛杂志社，挑战戒严体制。结果伫咧高雄一回演说时阵，和警察起冲突，这号做美丽岛事件。尾仔真济杂志社成员却以叛乱罪起诉。1993年12月7日，当时海关上校温清芳的尸体，方发现铺伫咧宜兰东澳外海，海军军法处判定死者是自杀，不过家属抗议，加上媒体追查后发现，温清芳的死敢若是和拉法叶军购弊案有关系。不过到底是谁介害死，到今也无人知影。2000年，当时的国民党连胜文替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宏源选举徛台时阵，口称拍着伤。12月7日，连胜文手术后，头一摆公开出面，伊的正面挖变角的所在大脸部，意思讲加在枪支无去拍着伊头壳内重要的部位。